呢段睡前靜心練習會透過身體掃描，幫助你放鬆同安頓。請你先調整好姿勢，為自己準備一個寧靜舒適嘅空間，盡量保持靜止，等身體同接觸面自然連結，逐漸沉澱，等腦袋自然放慢，返到當下。留意每下呼吸，吸氣時自然擴張，呼氣時溫柔放鬆，盡量慢吸慢呼，然後持續觀察你嘅呼吸節奏。我哋會由腳趾開始進行身體掃描，用你內在嘅感知逐步覺察身體其他位置，每個部位只係需要短暫停留，唔需要擔心錯過咗或者冇感覺，純粹聆聽或者享受探索嘅過程就得啦。請你同時感覺雙腳嘅腳趾公，然後掃描過去第二隻腳趾、第三隻腳趾、第四隻腳趾、腳趾尾，感受雙腳掌、腳背、腳腕、小腿、膝頭、大髀，再感受成個下半身嘅沉穩同重量，覺察下腹部、肚臍、上腹部、胸口，留意自然呼吸時身體嘅起伏，再將覺知帶到去雙手，雙手手指公、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、手指尾、雙手手掌、手背、手腕、前臂、上臂、膊頭、
頸部、鎖骨、喉嚨、下巴、嘴唇、兩邊嘅面部肌肉、眼皮自然垂低，眼球放鬆，眉心開放，耳朵、頭殼、頭皮，感受背部同承托面嘅連結，尾龍骨、下腰、上背、膊頭，留意每一個同身體嘅接觸點，感受身體逐漸融入地面。喺呢一刻，感受成隻右手臂，然後感受成隻左手臂，成隻右腳，成隻左腳，成個軀幹，成個頭部，最後感受成個身體成為一個整體，感受自己從外到內嘅完整。而家請你專注於呼吸，觀察空氣進入鼻腔，再慢慢呼出，感受你嘅內在空間隨住呼吸而變得廣闊。持續觀察呢個順水嘅狀態。請你帶領你嘅意識返到去你身處嘅空間，輕輕喐下手指腳趾，慢慢伸展身體，做幾個深呼吸。你可以繼續休息，或者用自己嘅節奏返去日常。感謝你完成今次嘅練習，下次再陪你睡前靜心。